你有冇諗過，你每日用緊嘅手機號碼，其實正在影響你嘅財運、事業，甚至感情。有啲人換咗號碼之後，生意突然好起嚟；有啲人用錯號碼，做咩都唔順。今日我就用數字能量學，幫你拆解手機號碼嘅旺運密碼。記得睇到最後，我會教你點樣揀啱自己嘅幸運號碼。你可能會問，數字點解會有能量？萬物都有磁場，數字亦都唔例外。你嘅手機號碼就好似一個隨身嘅風水陣，24小時陪住你，不停發放能量。用啱號碼等於順風順水，用錯號碼等於事事不順。吉數篇，天醫磁場，財運之星。如果你想旺財，一定要記住呢幾組數字：13、68、94、72。特別係68係最強嘅招財組合。13代表意外財，適合做投資，但要小心，天醫過多會變成財來財去，所以一個號碼最多2組天醫就夠。生氣磁場，貴人運。做生意、揾工、做 sales 嘅朋友，一定要有生氣磁場。14、67、93、82呢啲數字會幫你吸引貴人，客戶主動揾上門。延年磁場，事業運。想升職加薪用延年磁場。19、78、43、26特別適合打工仔、創業家。空數篇，絕命磁場，破財損健康。呢幾組數字千祈唔好用。12、21、69、96、84、48。96最危險，容易令人白手起家變白忙一場。84會影響健康，特別係心臟同頸椎。五鬼磁場係非小人。18、81、97、79、36、63用咗呢啲數字，容易惹官非，遇小人，做咩都有人阻住你。六煞磁場，感情破裂。16、61、74、47、38、83呢啲數字會影響感情運，情侶用咗容易分手，夫妻易爭吵。步驟1，睇尾兩碼，最重要係尾兩碼。例如你個號碼係98762268，重點睇68等於天醫磁場好。步驟2，避開空數組合，全號碼數一次有冇出現12、21、69、96、18、81等。如果有諗辦法化解。步驟3，配合五行。香港人最緊要夾八字，根據你幾月出生啱用嘅數字唔同，根據你嘅出生月份，8月8日至3月5日出世，等於寒命人要木火3、8、2、7。3月6號至8月7號出世，等於熱命人要金水4、9、1、6。寒命人8月8日、3月5日出世，需要木加火。啱用數字2、3、7、8。推薦尾數23、32、27、72、78、87、38、83。熱命人3月6號、8月7號出世，需要金加水。啱用數字1、4、6、9。推薦尾數14、41、16、61、19、91、46、64、69、96。注意，96係絕命。但如果你八字需要，可以用，不過要配合其他數字化解。香港字頭配五行，9字頭等於金，適合熱命人；6字頭等於土水中性，大部分人啱用；5字頭等於土穩陣，但容易停滯；8字頭等於木，2026年要小心；4字頭等於金，唔係空數；7字頭等於火，要睇八字。教你3招化解。第一招，加副號。如果你主號唔夠好，可以申請多一張 SIM 卡，揀個好尾數嘅做副號，打出去用副號，接聽用主號。主號尾數18，五鬼；副號尾數68，天醫，咁就可以平衡翻。第二招，手機殼改運。根據你個號碼嘅五行，揀啱顏色，控數多用金色、白色殼化煞。財運弱用黃色、啡色殼補土生金，是非多用黑色、藍色殼水制火。第三招，密碼開運，將手機解鎖密碼設定成吉數，推薦密碼1368、6789、
16782678131967198888，適合特定人，避開密碼1234000018184747 WhatsApp display name 改運，進階玩法，將你 WhatsApp display name 加返吉數，咁例如阿明68，陳生旺運 Mary 168，咁樣都有少少補運作用。今日分享咗咁多手機號碼、能量學知識，你學到幾多啊？快啲 tag 個朋友 check 下佢個號碼。想知更多運勢資訊，記得讚好、分享、訂閱。